有在使用赖的民众哦，就要特别注意，将赖官方特别公告讲，最近有诈骗集团假造银行，利用贷款的广告，讲民众会当透过赖来借钱。今仔麦个骗啊，咱就请。这诈骗集团嘛，佮搬出新的部署。咱先来看，昨一日落来，这警政署就收到546件的诈骗通报，而且呢，拢总损失4亿9873.4万。这金额呢是平均一日是有加无减的。趁这年节一个到，诈骗集团呢就是上准有人有资金的需求，所以透过咱的广告声里来借钱，因呢先假做一般的这个银行放贷款的广告出去。这个时阵有兴趣的人，伊就来问，所以互相加入赖了后，这对方就会有一款讲法，先甲你讲，这贷款呢是需要核贷验证。普遍来讲，这听到核贷验证，大家呢拢会熊熊杀无涨，所以这个时阵诈骗犯呢，伊就家己假好心，讲会当为你来提供技术性的协助，教你到底是要安怎操作，所以建议你分享你的赖的用户。这个时阵受害者一个分享出去，照对方的指示去到网络银行，这过程呢，无论你是拍什么款的字，对方拢已经甲你录落来啊，也就是讲你口罩内底。无论是这个密码，也是你的小号，是全部拢互人看现的。对方连面就会当照你所拍落的字，甲你口罩内底的钱拢甲领去。也因为这款分享用户的功能是赖公司所出的，所以业者是特别提醒民众，在登录赖的时阵是唔免拍简讯的认证码。若准需要拍简讯的认证码，安尼一定是诈骗。另外呢，伫咧用户分享的时阵，若准发现无写到，就要会记得随甲这个信号甲切互断，才免避免呢，互你手机内底的物件拢互人看去。落尾上界基本的，就是讲在网络的广告，千万唔通乌白信。尤其银行咧办理贷款的时阵，是绝对无可能参与卡私信的电话甲分享赖的用户，所以民众千万都要记住，唔通搁互骗去啊！即马咱就甲现场交等以后。